但市新营天五道目标立体停车场在位伫新东里靠近卫生局办公室，依照规划设计，伫兴建地上4层的停车场以后，价位将增加3倍，会当停216台汽车、61台机车。除了停车以外，一楼嘛调向道目标使用，引进商业和周边社区更加利便。交通局为了缩短行政作业，该工程采取通包办理。伫市场黄伟铁见证，交通局局长甲黄台英做董事长正式签约，预计115年年底完工。车场总共耗资3.7亿，那总共可以提供218个汽车停车位，还有64个机车停车位。那这是一个中央跟地方协力，能够提供大型营区民众停车便利的一个很好的措施。在节省土地的有限土地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们提高了更多的使用空间。本来平面停车场只能提供76个停车位，我们现在立体停车场可以提供218个停车位，而且还多了许多黄金宝地的这个1楼的多目标功能使用用途。天五立体停车场其中电动车充电价位设伫顶楼，大约占1成。预计完工以后将委外专业经营，未来除了成为溪北上有指标性的停车场，更是新营区的新地标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